感謝主，見當朝我到你車家嘅門樓裏去咗，你車家睇不到，話按當然落嘅啲度去了，但係按當然按數吉落去นะ，因為計到啊，要按好識嘅東西，識乜嘅呢？識菜板，我相信兄弟姊妹係落了識了呢嘅車家呢度嘅菜板啊，打得分到盡嚟識，因為按好識，講我識啊，我都上到熱傳福音，耶穌講啊。佢就係生嘅落地嚟撒識呢嘅嚟到嘅面前啊，都唔係妒忌啊，嚟撒相信佢唔係妒恨，但係耶穌撇佢生嘅落地啊，因為佢出21出世，出21咧啊識啊，其實啊就係落地，係自家你阿西啊你撒識啊，都煩啊我都你啊講我煩我都要講到你啊識呢嘅三回呢嘅落地劈就板劈就煩。都係長時嘅，即使也嚴重過係為妒忌，但係你識嘅意思係講咩啊？識嘅你相信嘅，你得到永久嘅唔為妒忌，但係呢佢不是個保平安、保快樂、保嘅恩典啊！耶穌講佢生嘅落地表示咩啦？佢都係從天堂嚟嘅落地啊！天堂嘅落地咪意思呢？意思係一個身體犧牲在十字架，打散。流血流下，流到你的流下你本一個世間你嘅人類，嚟撒相信耶穌死在十字架，3日因後翻生，都係得到永久嘅生命。嘛緊一嘅福音講佢生嘅落地，嚟撒識嘅唔係妒忌，嚟撒相信耶穌基督係救主，你得到永久嘅生命。你便唔係妒忌嘅意思都係咁樣，但係呢，佢是犧牲在十字架嚟講，一血流下嚟講，都係下面一切人世間人類嘅錯，人類嘅罪惡，嚟撒相信，嚟撒信任嘅，都得到佢原諒自家嘅錯，自家嘅罪，得到呢一個拯救，自家得到呢一拯救，表示而家得到永久嘅生命。世間你即刻得到永久嘅平安，得到永久嘅快樂，即刻你心裏要滿足。嘛緊一啲講即刻唔係妒忌，唔係妒恨，但係呢，因為即刻嘅要相信落去，信任落去，佢本是咁滿足嘅心。嘛緊一唔係只有妒忌，唔係妒恨，一都係講到靈嘅方面，唔係講到即刻肉體嘅方面啊。因為即刻靈都係識一個福音樣講，即刻人生在黑世間都唔係達成識，未掹當然即刻肉體去識了即刻就要力要強要生呀。但係記得即間人要練都係識咩呢？識上帝嘅話，上帝嘅福音，上帝嘅福音都係上帝耶穌嘅誕生嚟撒相信佢撒，即刻得到永久嘅滿足，得到永久嘅保，得到滿足喺心中你平安要滿足，快樂要滿足。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要聽呢個福音，打開心，信任耶穌做一救主，你得到滿足，得到永久嘅快樂，得到永久嘅生命，得到一個拯救，係耶穌基督嘅名，我感恩，我禱告，哈利路亞，阿門。